Hello， 樂圖，知道你係化妝神手啦，嗱，俾個挑戰你，幫我哋揾3位同事咧，幫佢哋化個萬聖節最 hit 嘅裝扮啦。No problem。第一個揀個熟面口，就你啦。上年化過。呢期有套獵魔卡通電影咁 hit，扮戲入邊個惡魔男團一定型爆全場啊！先喺全面同頸部印上淺肉色或者白色嘅水粉底，然後陰影位就要用粉紅色，尤其眼下邊、鼻尖位置可以俾多少少粉紅色陰影。用黑色嘅眉筆畫眉，眉峰記得要起角，咁先增強到帥氣。眼簾上面畫上紫色嘅眼影，再畫黑色嘅眼線，而黑色嘅眼線液可以喺啡色嘅眼線筆上面疊加，營造漸變效果。眼線畫出眼頭就可以有更加妖冶嘅效果啦。用紫色嘅顏料喺面上邊畫惡魔線條，不規則嘅條紋可以由外伸向面中間，而唇妝都好重要㗎。用磚紅色喺唇角兩邊直線拉出。最後用白色嘅眼線筆喺唇膏上邊畫上惡魔牙齒，咁就完成啦。第二個就你啦，暗黑造型。近排有套暗黑美劇開緊第2季，主角個妝好容易就化到 Halloween 嘅味道啦。首先由粉底開始，要揀特別白嘅色，再上碎粉，用深黑色嘅眉筆畫上青色嘅眉毛。然後畫上黑色嘅眼影，而眼影部分越近眼嘅位置要越實色，做一個超誇張嘅 smoky eyes。如果想眼妝更加深色嘅話呢，可以試下用黑色嘅唇膏打底。上下眼線都要畫喎，眼尾嘅眼線記得剔起少少，喺眼下邊加少少紫紅色嘅眼影，就可以營造到唔夠瞓嘅效果啦。而鼻影嗰度可以特別揀啲紫色嘅眼影，點喺個鼻頭同埋鼻梁上邊做陰影嘅位置。我哋可以用翻黑色嘅唇彩做翻個豐厚嘅唇形，然後嘴角兩邊嘅尾位輕輕向上拉啲咁多，做少少奸狡嘅感覺。最後喺腮位上面加翻橙色嘅胭脂去營造面部嘅陰影，咁就完成噶啦。最後一隻，不如就你啦！萬聖節幫你化翻個日本動漫鬼。鬼滅呢套動漫其實好多鬼角色可以扮，不過人氣最勁始終都係呢個正派女鬼角色。首先搽基本嘅遮瑕同埋粉底作為底妝，然後用粉底同遮瑕膏完全遮住原本嘅眉毛，喺眉上方用眼線筆幼幼咁畫一條好實色嘅眉，喺眉中間用啡色嘅眉筆畫上皺紋，同時間可以做埋陰影。眼妝方面，用眼線筆喺原本雙眼皮嘅上方畫一條假嘅雙眼皮線，再用白色嘅眼線筆喺下眼底畫一條白色嘅眼線，而白色嘅眼線下邊再畫翻一條黑色嘅眼線，咁我哋就可以做到放大眼睛嘅效果啦。黑色嘅眼線下邊，我哋可以用翻粉紅色嘅眼影去做個假臥蠶效果。之後我哋可以用黑色嘅眼線筆畫出誇張嘅下眼睫毛，用黑色同啡色嘅眼線筆喺面上邊畫上裂紋，可以令個妝嘅恐怖度大增。同時間可以用埋白色嘅眼線加強亮部嘅線條，令個妝容更加立體。跟住我哋就要準備好錫紙、皺紋膠紙同埋化妝棉做隻假角，用雙眼皮膠水黏喺個額頭上邊，等佢乾咗之後，搽翻啲粉底同埋紅色嘅眼影圍邊，漸變翻個效果，等佢自然啲，咁就完成噶啦。